Hello，各位領話嘅朋友仔，大家好，我係今次嘅導遊阿梁啊。今次由我同各位推介一條新線啊。咁啊，暑假想去旅行想避暑，唔係只得日本同瑞士嘅，真正識得玩人已經去緊金蘭避暑啦。呢度有西藏嘅神聖、內蒙嘅草原，仲有九寨溝嘅神仙水景，8日時間一條線路，帶你遊覽此生必去嘅金蘭秘境，探訪同端王齊名擁有1000年歷史嘅墨積山神窟，遊覽國內唯一可以叫板九寨溝嘅水景天堂——觀羅溝森林公園，抵達被譽為人間緬甸園嘅扎加拿村落，被群山環繞，好似世外桃源咁，喺九曲黃河大灣睇一次最壯麗嘅日落。嚟到唯美花湖漫遊若雨蓋大草原，靜靜感受絕美風光；去到朗木寺感受東方小瑞士嘅安逸，喺拉格林寺體驗世界最長嘅轉金長廊。以前去大西北最怕坐車坐到腰骨痛啦，今次全程安排2+1航空座位豪華巴士，座位超闊落，坐得超舒服。航船玩全包門票，絕無購物點，絕無自費項目，真正極致享受。想攞詳細行程或者報名，即刻聯繫我哋，等我哋同你哋安排。秒速關注更多筍嘢，跟實領華旅遊社。